各位兄弟平安。即马开始今仔日的吟诗而乐。首先咱看第9首，第9首，这首诗歌是 Saint Francis 伫伊过身的前一年所写的。虽然迄时阵伊破病啊足严重，目睭嘛差不多看袂到啊，但是伊还是靠这首歌来唱出对大自然的意爱，甲对上帝大权能的尊崇。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，好。好，咱煞接来看第2首，158，吼，158首。我有记好朋友，吼，我有记好朋友。这首诗歌是歌词是伫台南新学院甲音乐的英国人史代必所写的，也是台湾第1首创作的诗歌，有伊特别的意义。吼，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。
搁线接咱来看279首恳求上帝怜悯。这首诗歌是苏格兰教会赖茨牧师所写的，伊求主怜悯赐福，引带人类行天路，呼吁万民来称谢上帝，用公义治理审判，也求主降福，赏赐妥善。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，好。咱的落尾圣诗是390首，吼，咱2节拢唱，好，来。好，今仔日的吟诗学到到这。
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所有求救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，伊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，敬畏伊的人，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，我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。三甲来因圣诗，圣诗第9首，圣诗第9首。万物三甲自一欢喜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有缘徛地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恩典满满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保赏看顾，互阮会当有信仰自由，随时通来到你面前敬拜你。阮活伫这个土地，真正幸福，佮充满祝福。阮真心感谢上帝恩典满满。主啊，当阮得享受对你来的福分，这个世界有阮有因为经济问题，也是资源劣业的矛盾发生冲突的所在。嘛有侪国家有人权、性别、种族、信仰迫害问题，甚至因为战争来造成无公义甲伤害人的作为。和平、公义充满人民的主，求你施恩予需要你的人，嘛求你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无做好一个管家的职分，反倒当滥用资源，无爱护你赐予阮管理的世界。阮嘛欠缺疼人的气力，甲愿意分享的心志，颠倒做出侪无见证，佮得罪主的事。阮愿望和平，却嘛知影所有问题源头，拢是人心内的罪事。阮若无照着基督顶头生，甲上帝国好，这个世界就无真正的和平。阮嘛知影，阮无可能独我靠家己的气力来改变这个世界，因为你伫撒迦利亚书第4章有教示阮，毋是靠权力，毋是靠才能，就靠主上帝你的神。主啊，若毋是你因成就，人所做的拢空空着无。所以只有主，你会当改变人的心；只有主，你会当互真正的和平甲公义实现伫这个世界。所以，阮特别恳求主，赐下智慧甲疼心，伫遐有经济、政治、军事资源的掌权者心中，求主保守因的心思意念，互因发挥积极正面的影响力。也愿主互阮为那谦卑，用听无私加恳请的心来面对各项的问题，包容无共款的意见，学习用真正的合一来亚出和平的种子，同齐为着地上上帝国的实现来努力守望，真侪人的祝福来荣光你的名。阮的祈祷真正有限，即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个来出声。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人，无抵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来看信息后面的启文，启文第4篇，启文第4篇，这是出自旧约诗篇第5篇，咱三甲来启用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讲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上主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，因为你不是以爱罪恶的上帝。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面前，讲白贼的，你要灭因。
毋过因为你丰盛的主爱，我通离你的灯。做伙来用圣诗，圣诗第158首，158首。我有至好朋友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请坐，同心过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你丰盛的主爱，愿通伫你的圣殿来就近你。有安尼的福分甲荣耀，愿真心感谢你。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恳求你洁净愿心，净化阮的灵，互阮用诚实甲精神来敬拜你。也求你开展阮属灵的知识，互阮的灵命若勇壮，来承接你所应允属天的福分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三天来领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6章第1节到第22节。以赛亚书36章第1节到第22节，请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希西家王第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所有坚固的城，各界将领。亚述王对拉结派总司令带大军去耶路撒冷希西家王遐。总司令徛伫上帝的水沟边，伫票报场的大路遐。迄时，迄个大囝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舍便那，以及阿撒的囝司官约阿出来见伊。总司令对因讲：“去甲希西家讲，亚述大王安尼讲，你伫靠说甚物？你想讲有策略甲军力，其实是碰风的话。到底你是靠啥人，竟然敢反叛我？你说我靠埃及是一支长去的路竹仔拐，人若靠伊，手会互伊插入去。
所有外口埃及王法老的人，拢会安尼。恁若对我讲，阮外口上主，阮的上帝。希西家竟有受废除上帝山头坛甲祭坛，国家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讲，恁一定着伫耶路撒冷祭坛敬拜。当来甲我主人亚述王相输，我互恁2000只马，恁竟有法度找9爷人通骑，若无法度，恁哪会当拍败我的主上帅一个部下？恁兼要搁我靠埃及的战车甲马兵。现在我来攻击毁灭这个土地，竟毋是上主的旨意。上主亲身甲我讲，上去攻取一个土地，甲伊毁灭。以利亚敬、舍贝那、甲约阿对总司令讲，请用阿兰话对你的仆人讲。阮听有，请毋通用希伯来话讲，惊了互城墙顶的人民听到。毋过，总司令讲，恁想讲阮主人找我讲这的话，就要互恁甲你的国王听是无？毋是，我嘛要讲互城墙顶的人听，因甲恁共款着食家己的粪。恁家己的肉，总司令阁徛起来，大声用希伯来话讲，着听亚述大王的话。王安讲，毋通互希西家骗去，因为伊袂当救你。伊叫恁信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咱，这个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。毋通听希西家的话，亚述王安尼讲，甲我讲好，出来投降。安尼，恁逐个人就会当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恁家己的井水。听候我带恁到一个所在，亲像恁的土地，有五谷甲新酒。有绵牛甲葡萄园，毋通互希西家欺骗讲，上主一定会救咱。万国的众生民，道一个把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。哈马甲阿尼伯的生民伫倒位？西法瓦因的生民伫倒位？因竟毋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，这个国家的生民有多一个把对我的手救出伊家己的国家？安尼，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毋过，人民拢真真，无应半句话，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应伊。迄时，希利家的囝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舍贝那，甲亚萨的囝书官约阿，拢拆离因的衫，对希西家报告亚述的总司令甲因讲的话。愿上帝话请做咱骹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即时，请信歌队亚诗班用诗歌带来咱敬拜。因所要唱的诗歌是疼人的心。
即时请陈永武牧师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亚述威胁耶路撒冷。主内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迄个阿萨诗班今日用真水的这条歌，引带咱敬拜上帝。歌词就是重新诠释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听的诗篇，真水的歌词甲歌。咱为这礼拜来到第一以赛亚的上尾啊。第一以赛亚到39章结束，40章开始就是第二以赛亚。第一以赛亚最后4章36到39章是一个家己特别的一个段落，内底表达无过是用诗歌，是散文，就是较故事性的描写。嘛，甲咱带转去到较历史性的迄个处境内底，为36章甲39章内底内容，讲起亚述皇帝西拿基立要来侵略犹大，无偌久佮讲起希西家王的破病，即中间嘛有真少看到的，就是王甲先知彼此伫遐对话，到最后一章，佫讲起巴比伦的使者来拜访即个犹大，通讲为着40章以后狩猎巴比伦的故事做一种的连结，所以这4章有伊真特别存在的意义，这4章的内容其实差不多完全为列王记下卷18章到20章摕来的，内底内容差不多完全共款，所以真可能是以赛亚的这个编辑者将遐的故事来放伫这个所在，要做第一以赛亚甲第二以赛亚中间的一个桥梁，不过伫遮的记载甲列王记下的记载有两个差别的所在。头一个差别的所在，就是以赛亚减3节最要紧的经文，列王记下卷18章14节到16节。这3节讲起什么呢？讲起希西家王去甲亚述王投降啊，派使者去甲投降，讲实个我毋对，你要伫什么我拢互你。亚述王甲讲：你摕金甲银来互我，所以希西家王就乖乖将圣殿甲宫殿内底所有的金甲银拢摕去互伊，连圣殿的迄个门条顶头的金也甲挂落来，拢送去互亚述王。第二个差别是，咱过2礼拜读到38章的时阵，希西家王伫破病好以后，有做一个真长的感恩的祈祷，这个伫列王记内底并无，所以伫这两段的描写内底的差别，互咱看出讲，以赛亚伫遮真关心的，是要怎样带出一个信仰的论述，伊要伫遐表达讲，爱倚靠上主，上主要拯救犹大，咱过来这2、3礼拜就会甲这个主题读搁较清楚。咱来进入咱今仔日36章的经文。伫第一节伫遐讲起希西家王做王的第14年，这是以赛亚内底真少数有出现真清楚记载年代的这个记述。头前敢若捌伫第1章、第6章、第14章出现过，要将咱带转去到迄个历史的情景。咱知影亚述来攻打犹大是公元前701年，所以这个时间会当甲希西家王的历史两个做结连。然后咱知影
亚述发动迄个军队来拍犹大，其实伫头前以赛亚第5章、第10章拢已经描写过啊。甚至讲起因有去倒几个城吼，一路安那拍倒几个城吼。啊，即个中间咱知影，即个西拿基立已经拍46个城，哦，咱的经文讲坚固的城，46个拢已经拍落来，独敢若剩耶路撒冷还未吼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危急的处境。吼，第20伫遐讲，伊为拉结派使者要去劝犹大投降。吼，拉结是犹大国第2个大城。吼，所以当第2大城拉结嘛已经拍落来以后，表示讲亚述真有把握已经赢。吼，啊犹大国嘛足危险的啊。但是可能是为着无爱讲战争一直拍袂了，所以想讲啊，当剩一个城尔，我派使者劝恁投降。吼，派来的人，咱的台语圣经甲翻做总司令。吼，其实内底有用一个名，叫做拉伯沙基。吼，拉伯沙基看起来敢若是人的名，但是更较可能是一个官职，吼，一个有学者讲叫做州政的头，吼，就是咧总管就对啦，宫廷的总管，吼，还是真有外交的能力，啊嘛真有迄个真悬的一个官位，吼，啊派这个人来做使者，伊来到迄个咱正式进前第14章，会进前第7章捌出现过地点，来到上池的水沟边，伫票布场的大路遐，吼，这个地点是真有可能是普通是咧谈判的所在，吼，啊，咱前一届第7章已经看到这个地名出现过，迄个时阵，叙利亚甲以色列这2个小国联手要来拍犹大。吼，咱迄个时阵读到第7章第20甲第30，真危急的处境。伫遐讲亚哈斯的心甲人民的心，拢惊吓皮喘，亲像树林内底的树，互大风吹震动安尼。吼，所以同款的情景，无同款的敌人来攻，但是迄个情景真同款。人民甲王心拢惊吓，吼！伫遮甲这2个同款的谈判的地点连接起来，以赛亚有意思要将2个国王做对比。哦，进前迄个王亚哈斯是歹的王，哦，伊要离开亚伟，离开上主，哦，但是现在这个新的王希西家是好的王，敬虔的王。伊愿意信靠耶和华，吼，甲这2个爸仔囝做对比，吼。到第3节讲起犹大这边派3个官员出来，要来甲伊谈判，吼。一个是宫廷总管，一个是书记，一个是史官，吼。这个官职甲迄个对方派来的总司令的官职相当，吼，会当讲啊有对比的意思，吼。这中间这3个人，有2个咱进前已经读过，以利亚敬甲舍伯那，伫22章的时阵，有讲起这2个做官，一个好官，一个歹官，嘛讲起因的职务去互王甲因兑换，吼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咱佫看到因出现伫这个谈判的这个场所，吼。经文接续落去。主要就是2段，这个总司令在讲的威胁的话，吼，一段讲了，有讲犹大官员安那回应；第2段佫讲了，嘛佫讲因安那回应，吼，这是咱今日这段经文主要的一个结果，吼。伫第1段40甲10节，
的即个讲述内底，即个总司令传达亚述王的话，真有意思的是，伊用的表达方式，那亲像先知在替上主代言共款。哦，先知咱会记，先知定定讲上主安尼讲。哦，伫遮呢，对方即个使者用共款的表达方式，讲亚述大王安尼讲。哦，哇，伊敢若代表上帝咧讲话安尼吼。接落去第40甲第50，伊用你靠说什么？你到底是咧靠说什么？你我靠什么？吼，不管犯罪靠说，还是中文圣经犯罪讲你哪会遐尼有把握？吼，这拢是为信靠这字义军来的字。吼，咱会记得，这是以赛亚最爱用的表达。你着我靠上主，吼，我靠上主，你着徛会牢，吼，这是以赛亚的神学，吼。而且，这个话竟然出自亚述的官员的嘴，你到底咧靠什么？吼，那像咧学以赛亚讲话，但是咧口说有口说的意思，吼。到第6节同款，讲你是安怎去我靠埃及咧？埃及是袂通靠的啊！哇，这讲法甲以赛亚有够像啊！以赛亚第30章、第31章拢讲过啊，埃及是无通靠的，毋通去我靠埃及。哦，而且用的即个表达讲埃及是长去的罗德啊怪，哦，中文讲压伤的芦怪，吼，芦杖，哦，压伤的芦杖。这个表达先知拢真爱用，讲埃及是无可靠的，敢若迄个芦苇会枝已经长去啊，你要摕来做拐啊，无可能吼。接落去第7节，底下讲你敢真正通倚靠上主吗？希西家叫恁来倚靠上主，结果呢，希西家家己甲上帝山头坛甲祭坛拢废掉去啊！吼，伫遮真有意思，伊咧讲起希西家王咧做宗教改革，确实，咱若去读列王记18章，就讲起希西家将迄个地方的山顶的祭坛拢甲废掉，叫逐个人拢总集中来耶路撒冷的圣殿来献祭。哦，这是伊要进行的一个宗教改革。啊，真有意思！先知伫遮有意要表达讲，这亚述阵营吼看无啦。因想讲，希西家甲迄个山头坛废掉，是咧对上帝违反上帝的心意。其实，咱读者咧读这段经文，若有知影列王记的记载的人，就知希西家实在是敬虔。倚靠上主的人，吼，以赛亚伫遮敢若咧讲亚述沙无即个宗教改革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吼，到第8节、第9节，使者讲：当咱来相思啦，恁来甲王相思，吼，我若予恁2000只马，恁敢有遐尼侪兵通来骑呢？啊，你要倚靠埃及？敢通靠吗？哦，这佫是共款，佫一解，敢若咧引用以赛亚的言辞哦。以赛亚第31章早就已经讲，救恩毋是靠兵，嘛毋是靠埃及的战马甲战车。哦，所以使者咧讲的话，咧口说犹太人，但是哪真像家己咧讽刺家己。吼，到第10节。是上强的一个论述啊！这也是这个使者最后一个论述。伊讲：我来攻击、毁灭这个土地，敢毋是上主的旨意吗？吼，咱会记得头前第10章、第7章拢已经讲过啊。亚述要做上主的手，哦，伊要替上帝来执行上帝命令。
所以这个使者伫遮借用这个表达讲，犹大的王嘛伫我这边啊，是伊叫我来啊。哦，但是咱做读者的人，咱咧读这段，咱知影，毋是安尼。哦，伊无徛咧上主，并无徛伫伊迄边。哦，这是第一段，伊用类似以赛亚的话，要来，咱讲欺骗，还是要来威胁犹大的人。吼，伫11节到12节是犹太官员的回应。这段回应真有意思，吼，真戏剧性。官员讲：“总司令啊，请你莫用希伯来话讲，请你用阿兰话讲，阮听有啦。你若用希伯来话讲，这城墙顶头这人民拢听有啦。哦，阿兰话当时是外交国际用语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总司令坚持讲，我要用希伯来话讲，因为我毋是干那要讲互你使者甲王听尔，我是要互所有的人听。吼，而且伊愈讲愈大声，13节讲伊愈讲愈大声。咱小想象真有意思的这个戏剧性。哦，甲像在谈判的时阵。台湾官员对迄个对方使者讲：“啊，你讲英语啦，阮听有啦。”哦，结果对方安那坚持用台湾话讲，要互所有人拢听到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心理战，嘛是一个宣传战。哦，伫这个中间，咱看见真有意思的一个，咱讲两边伫遐咧拉扯，吼，伫拉扯。然后咱进入第二段。即个讲述为13节到20节，伫13节，你搁一解讲就听亚述大王的话，哦，伊搁敢若先知咧做代言人，用即个表达方式，哦。然后为14节开始，伊上面威胁，上面讲好听甜蜜的话，恩威并济，咱讲恩威并济，吼。大声伊讲。你毋通去互希西家骗去，两解讲两解，毋通去互希西家骗去。希西家是无路用的啦，伊足软弱的，伊根本就无法度甲强大的亚述对比。哦，伫即段经文内底，咱拄仔讲第一段的经文内底一个关键的用词就是“我靠”。哦，你是要靠啥人？即段的关键是拯救。什么人会当救你咧？你敢有法度脱离？有人通救你脱离亚述的手吗？吼，这个拯救这里隆重出现7解。吼，所以伫遮咧强调的主题是：什么人才真正会让互你拯救？吼，16节到18节是伊上特别的表达方式。伊讲。耶和华不过是地方的一个神明啦，定。这种神明哦，阮一路拍来哦，拄着足济啊啦。每一个小国家拢有家己的神明，耶和华嘛是地方的神明啦，定。伊无可能对亚述帝国诚做威胁。哦，伫遐伊的表达是安尼讲：万国的正神明。倒一个捌救伊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的王的手？哦，万国的这个神明，倒一个捌救伊家己的国家脱离亚述的手呢？哦，耶和华嘛同款，其中一个若定嘛。哦，所以伊讲安尼，上主哪会当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头？哇，这是非常大胆，真正。骄傲的表达，吼，19节到20节，佫列出遐伊捌征服过的城市，啊，甲遐神明的名，吼，讲蛤蟆甲阿尼伯的神明呾伫搭，早就无去啊。西法瓦因的神明伫搭，
因敢会当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？吼，而且即个使者用历史过去发生的这个事件甲名，伫遐要来强调讲，无法度啦，耶和华嘛无法度救恁。吼，这是威胁的话。另外16节甲17节讲出即个和平的话。吼，伫遐讲来啦，甲我讲和啦。出来投降啦！安尼，恁会当继续食家己种的葡萄甲无花果，搁啉恁家己的井水。哇，这是足水的一个图像。哦，投降恁就会当继续过同款的生活。哦，搁落去搁讲吼，就算恁去用牵线，哦，这是亚述真出名的政策，去用拍败的人民，拢去用耍到别个所在去住。哦，安尼才袂。伫当地搁叛乱安尼吼，所以就算恁去用搬去别位，恁嘛共款会当啉酒、食五谷、食米牛、食葡萄。哇，这是真有血的话，吼！伫遐用真甜的话，要叫因劝因投降，离开家己的土地。吼，但是伊毋知影，对以色列人来讲。上主所属的土地是袂当取代的，只要离开这个土地，就代表流亡啊！哦，代表流亡。哦，到这第2段的话嘛是真强烈，用拯救这个主题伫遐问讲：啥人会当真正救你啊？投降吧，投降吧，来甲我搁和。哦，结果21节甲20咧讲起。犹大这边的回应，伫遐讲人民拢静静，无应半句话。然后讲起这3个官员啊，将家己的衫拆离，最后转去希西家报告发生的代志。哦，咱的经文今日到这结束。各位兄弟，这段经文，咱会当学习什么款的功课呢？我想有2项会当来思考的。头一个是这个亚述的使者，伊使用的迄种心战喊话，咱讲迄种心理战。哦，啊，佮伊用的话，那亲像假做先知的话。哦，咱伫读的时候，咱知影这个是假的先知啊。哦，伊在讲亚述。会王安尼讲哦，敢若上帝伫讲话共款。哦，这个中间真有意思的是两边的迄种咱讲拉扯的对话吼。当因讲第1段话的时阵，咱拄仔讲起真有意思，3个官员无提出反驳，敢若甲讲啊，你莫讲希伯来话啦，你用阿兰话啦。想办法要，意思讲想办法要甲伊动咧，互伊迄种威胁的话，袂影响较大吼。结果呢，这个总司令坚持用逐个人拢听有的希伯来话，而且愈讲愈大声。换一个来讲，伊是要使用心理战来逼犹大国投降。哦，会当讲是一种。心战喊话，两边出招数，拢真侪吼，想办法出招数。但是咱真清楚看见亚述这边的这个总司令，伊的话是骄傲的，哦，伊的话是赤裸裸的权利，充满一种赤裸裸的权利，哦，高高在上。伊感觉伊已经赢，哦，已经控制一切啊！哦，搁较互咱着惊的是用的话内底迄种表达，敢若讲伊就是上帝代言人，伊是先知。哦，第4节讲亚述大王安尼讲，13节讲着听亚述大王的话。哦，上特别的是11节，我来攻击恁这个土地，敢毋是上主的旨意吗？上主亲身甲我讲，
哇！伊竟然敢讲这个话，是上帝家己甲我讲的。这拢证明，这个使者是一个假先知，伊假冒家己是上主的代言人。更较特别的是，这种表达其实已经甲宗教甲政治混杂做伙。伊讲上主亲自甲我讲，叫我来拍恁，用宗教的语言做政治甲军事的目的，互政治穿宗教外衫，这咱甲叫做亵渎，这是一种亵渎的态度。所以到尾啊，犹太人民甲官员拢静静无应半句话，甚至甲衫拆哩。这其实会当讲，嘛是对这种亵渎的一种回应。你亵渎上帝啊！我无爱甲你共做伙。各位兄弟，咱今日这个世界足侪声音嘛，咱也听到足侪声音，无共款的声音。有时阵听到夸口的声、碰风的声、威胁的声、欺骗的声，甚至亵渎的声。当咱听到这个声的时阵，咱敢有法度分辨？咱敢有法度伫中间听见上主迄个微细的声，真实要引带咱行伫正路的声？今日这个经文，甲咱提醒，认真去听这个声音，这也是一种信仰学习的功课。知影去听什么款的声，才是真实出自上帝。第二，今仔日第二个真要紧的主题，其实是以赛亚一贯的神学。伫两段的讲述内底，其实使者大量来使用以赛亚捌讲过的话啊。伊伫遐问讲：你是要我靠谁呢？埃及是无可靠的啦。我来拍恁是上帝旨意。人的计划袂当甲上帝计划相比。什么人才会当提供真正的拯救？哇！这个话拢是以赛亚一直咧讲的话啊。先知伫遮哪亲像要通过亚述使者的话，嘛要唤醒咱，咱做读者的人，搁一家去想，这要紧的问题，到底你要我靠谁？第一段咱拄仔讲起，第一段内底信赖还是我靠这里，拢总出现6解。伫遐问你的信心哪会遐尼有把握？你是我靠谁啊？这是以赛亚一直咧问咱的问题。你是要我靠上主耶和华，还是要去靠遐强国埃及，还是亚述？第二段的主题咧讲拯救，出现7解。这段嘛真特别，这个使者特别将神明甲国家强无强结连做伙，通讲咧挑战希西家王对上帝的信心甲伊的上帝观。伫遐使者讲，耶和华不过是地方的神明啊，甲其他的神明差不多啊，哪有法度甲亚述对抗？万国的正神明，倒一个捌救家己的国脱离亚述王的手？这是伊真大胆的挑战。伫古早军东的文化内底，国家甲国家的战争胜利失败，因拢认为是出自迄个守护神强还是弱。所以国家若失败，就代表这个国家的神明嘛失败。所以这个总司令拉别沙基真大胆伫遐，感觉讲亚述的神明是上大的神啊，比所有其他的神明拢搁较悬，是普世至悬的神明。
哦，这是这个四者伊的上帝观。哦，颠倒真有意思，伫36章15节，伊甲这个犹太子民讲：你毋通去互希西家骗去啦。哦，伊叫恁爱信靠上主，讲上主一定会救恁。这个城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。伊咧讲，莫互伊骗的即句话，其实就是以赛亚一直咧讲的神学。爱信靠上主，上主会拯救咱，袂落伫亚述王的手。哦，所以到咱读到即个经文上尾的时阵，即个结局嘛，真值得咱思考。人民拢静静，无应半句话。这真特别的回应啊！咱常常一般若拄到这个代志，大家可能在遐嘻哈叫，乱做一团呐。哦，大家拢惊到要死，可能就开始走状啊。但是这个犹太子民点点无做回应。先知伫遐甲咱讲一句说明的话，讲因为希西家王有甲因吩咐，毋通应因。所以人民甲王心敢若徛做伙啊！人民咧点点的迄种纪律真无简单啊！这哪像代表希西家王进前的宗教改革，可能有一寡结果啊！人民是毋是已经有经历心灵的一种的改革？所以无惊，静静但是无惊，特别无惊这样代志，也是以赛亚真要紧的神学。点点嘛是以赛亚一再强调的一种心理状态。咱会记得以赛亚30章15节，讲恁着安息，就得到解救。就定睛信靠，就得到快乐。诗篇46篇嘛有真类似的表达，讲拢静静，恁就知我是上帝。所以伫遮正人静静无应，其实是代表一种信心倚靠的态度。三个官员拆二三，这嘛是一种表示哀伤，内心有真大的一种挣扎甲艰苦。咱会记得约伯拄到迄个真大的试炼的时阵，伊的三个朋友来甲看，嘛是同款的表达。因远远看到约伯，就大声啼哭，拢拆离外衫。佮将土粉压伫家己的头壳顶，7暝7日坐伫涂骹兜，无讲半句话，因为看到约伯所受的苦实在真大，所以这个时阵也是一个信心拄着试炼甲考验的时刻。这是一个真要紧，互咱思考的所在。拄着危急的挑战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静落来，用信心来思考、来反省？今日经文嘛咧考验咱对上主的信心，以及咱的上帝观。对方迄个总司令，伊的上帝观足简单，嘛足赤裸裸。伊讲：你咧靠说什么？你无看到我较大吗？你无看到我的声势较大吗？声势大，就代表伊的上帝较大。咱伫今仔日这个时代，看到声势较大的一寡现象，毋知咱的上帝观会受挑战无？咱看到迄个粉红超跑，迄个声势，毋知咱的回应是啥物？咱看到迄个灵魂派超大型的教会，声势足大，咱敢会想讲要活过去？这个考验咱
的上帝观，考验咱对上帝的信心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，当时台湾原住民真侪开始接受基督教做因的信仰。当时有宣教师去问遐个老人讲：啥那恁要来归信基督教咧？结果这老人的回答真趣味。伊讲在战争的时阵日本人甲阮讲，日本天皇比美国人的上帝较大啦，免惊，日本一定赢。日本的天皇较伟大。结果呢，日本去互美国拍败，所以原住民老人讲，美国人的上帝较大，所以阮要来信这个上帝。这种想法敢若真天真，嘛真单纯，但是伊嘛咧刺激咱思考，咱的上帝观是甚物款的上帝观？是一个期待一个一定会拍赢真强的上帝，伊无一定强调是非公义，但是伊足强的。是咱要信的上帝，是一个行公义、好人民，伫各种的危急的处境中间，悠然要互咱通倚靠的慈悲的上帝。这是今仔的经文留互咱的问题，也毋望咱在读先知以赛亚这本册的时阵，继续思考反省咱的上帝观。咱要安怎信靠这位值得咱信靠的上帝？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阮天天堂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今仔读到犹大国受到亚述军队威胁，双方伫遐谈判的过程，一边真强，一边用安静来回应。但是咧，强势甲安静的中间，互阮经验到上主你的气力，其实是咧安静的中间展现出来，伫信靠的中间展现出来。恳求你也将这种安静、信靠的心放伫阮的心内，也互阮时时思考，阮要怎样继续来信靠主你这位伫万事后壁伫运行的上帝。恳求你甲阮每一位兄弟所行信心的道路同在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三甲来用回应诗圣诗第279首，279首，恳求上帝怜悯，请咱起立来用全首。Amen.  。我
请坐。下面是公祷的时间，咱有3项代志要直接来祈祷。第一，为着2025年暑期儿童营报名以及辅导甲义工的邀请；第二，为着学生团契小社青新生的邀请工作；第三，为着台湾的民主韧性甲守护台湾国家安全，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。请李丽玲执事祈祷来结束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你眼中，每个人都是独特而有价值的。每个人的个性不同，恩赐也不一样，你仍然可以使用我们，成就你在世上的工程。求你使我们保得你的慈爱，塑造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为2025年暑期儿童营报名事工能够顺利的进行，及辅导义工邀请，帮助同工们妥善安排时间参与服事，将你赐给他们的恩赐在夏令营发挥，成为好器皿。为学青团契小社青新生的邀请工作祷告，让更多新生同学能来到学青团契小社青，认识信仰，一同聚会，从中看到神的美好。感谢你丰盛的恩典，是给我们祷告的权柄。求你公义的光照耀在台湾，使你的国降临在台湾。愿你旨意行在我们的国家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成就你在世上的工作，守护台湾民主韧性及守护台湾国家安全。我们将所祈求的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求主聆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这时，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，诚做咱的祈祷。请坐。请来看即礼拜珠报通知事项。5月份，2个长老谢玉贤长老报告第一项，洗礼报名。6月8号圣神降临节，10月5号普世圣餐主日，12月24号平安暝，拢会举行洗礼。欢迎各自受洗的牧师是长老来报名参加洗礼班的课程。同时，嘛欢迎直接参加圣经学校信仰基业甲生活实践的课程。第二，学青团契诚心邀请，欢迎介绍大专新生加入教会的学青团契。参加的对象有大专学生、研究生、小社青。聚会时间是伫个拜六暗时6点，有暗顿聚会。伫个教会的主日学教室来举行团契的活动。若有需要的，会使曾嘉丽团队来联络。第三，若有会友需要2024年度纸本奉献收据的，请办公室来登记。第四，圣经学校使徒行团暂停到秋季班开课，请兄姊继续参加其他的课程，嘛请为着圣经学校来代祷奉献。第五，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守护台湾祈祷会，同齐为着上帝国代祷，地点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六，教会导览甲导览培训。香港团契兄姊为着要搁较明白教会建筑甲历史，杨春顺律师要来担任导览的说明。外展部门上次嘛邀请兄姊有时间会使来参加，进一步来接受导览的培训。时间是今仔日下晡3点半，地点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七，人权电影自由艺术记录影片。这是描写一位诚侪受难者因为白色恐怖对个人的影响，详时嘛记录戒严时期时代面貌的一个影片。时间同款是今仔日暗时6点半，地点伫个教会大礼拜堂。第八，2025年暑期日中营开始报名，欢迎兄姊邀请各属学生来报名。另外，营会嘛需要备餐的同工、辅导、青少年同工，有想要参与的兄姊，请林世宏长老是办公室来报名。时间是7月1号到4号，拜2到拜5早起的8点到下晡的6点。内容有自然、生态、艺术、欢乐、圣经故事。团契消息，请大家家己看。开会通知：庆典小组会议。今仔日下晡1点要召开教会130周年庆典筹备的会议，请组员出席来开会。近期的重要事项、教界消息、代祷事项、丁州奉献、本周聚会甲事务安排，拢嘛请兄姊家己看。即时请德牧师来介绍新朋友甲亲爱。直接介绍咱今仔日有新的朋友吼。一位是伫桃园病院服务的蔡新田。
好，欢迎哈。另外一位是辅仁大学的博士班的学生丁以乐。请咱兄弟彼此请安哈。做伙来吟上吟圣诗第390首，390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源，请起立。因时后，请德牧师来祝祷。愿上帝平安，帮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、生活、工作、甲服侍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岛散会。今仔日早起的第一场礼拜到这，后面中庭有地饼会，欢迎做伙交易。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姊，请到礼拜堂外面，互牧师为你祈祷。